我来练声，我来拍喙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嘉，我是阿明。阿明，你敢知影诈骗集团的台语要安怎讲？诈骗集团哦，咱较早真常听人讲金光党呢。哦，有听过。毋过即句现出时啦吼，较常听人讲诈骗集团啦。对，敢还有其他的讲法？你像讲变身啊啦，吼，还是讲律啊、律骗啊，即款的，拢是咧讲诈骗的即款意思啦。讲到诈骗集团吼，其实已经真久啊呢。对。早期的金光党，因是咧安怎共骗的啊？早期的金光党吼，有一个特色啊吼，伊超都爱两三个人吼，几一个人吼，有两个人吼，即两个人拢是变身啊吼，变身啊 A 超工甲迄个假的金啊吼落伫涂骹，即时阵倒一个过路人吼，甲变身啊 B 同时阵伫迄个现场，迄个过路人就去甲迄个假的黄金甲捡起来，变身啊 B。就走去甲过路人讲，我拄仔嘛有看到即个金仔哦，伊怎甲即个过路人甲讲，无安尼啦，即个金仔咱一人一半，无安尼啦，金仔互你啦，你互我现金啦。就迄过路人会使摕黄金去卖钱安尼。这就是较早吼，即个金光党上高使用的一款的手路啦。所以迄个黄金嘛是假的就对啊。要分钱的迄个就讲真心互我，你摕迄个黄金去卖。对。所以好，安尼都互骗去啊。对，安怎就去互骗？捡着迄个人伊嘛毋知是假呀。对，就想讲黄金我摕去卖会当换现金，即个人买现金我就先互伊安尼。对。确实安尼会去互骗。好。还有一款吼，是一款甲宗教有关系的。迄款叫做宗教佬啊。咱华语定听到的叫做神棍啦吼，是因安怎共骗？或者讲人若去找伊吼，就讲你有迄个囡仔灵吼，咧甲你对，还是讲你去撞着迄个煞气吼，需要来甲你祭改一下。安怎祭改？就甲你办什么法会啦，吼，甲你做法啦，吼，就甲你讲这爱开偌济钱，拄偌济钱。即款利用宗教在共骗钱的吼，到即马佫有呢，佫足济呢。有啊，有诶，伊诶手路吼都较高明，豆豆甲你洗脑，互你心甘情愿吼来甲伊寄付安尼。所以这诈骗集团的手路吼，为过去到即马，其实拢有伫咧演变，有伫进化啦，会使安尼讲。譬如讲，伫咧过去的时阵，咱的网络较无遐尼发达，主要要诈骗，就是可能爱用敲电话的方式，甚至是假批的方式。譬如讲，以前较常听到的，就是讲，一个囡仔敲电话互因的爸爸还是妈妈讲，爸爸妈妈，我去用绑票啊，你爱摕钱来互迄个歹人，安尼我才有法度转去。是讲一个亲情朋友啊，可能真久无联络啊，就敲电话讲我即摆破病，住伫迄病院啊，要开刀足紧急诶，毋过身躯无现金，敢会使汇款一下，安尼。对。佫有一种是会寄批互你，讲我是啥物地方诶法院啊，还是讲电信公司啊，因为你有欠税欠钱啊，你还是来纳迄个税金，若无就会安怎，即种嘛是共骗诶啦。有这较早拢真常听着。毋过即马共诈骗诶实在是啥物步数拢有呢。尤其是即马网络愈来愈发达诶时阵，毋管你是伫咧网络顶悬买物件，还是讲你甚至去收到 email， 还是讲交朋友诶软体，拢有真侪迄款诈骗诶例呢。对，你像迄个伫面册就听足侪人讲，伊伫面册顶悬买物件，结果寄来，毋是伊想要爱物件啦。
啊，有诶就是会去共偷摕人诶相片啊，吼，讲这是谁咧代言诶，吼，啊，利用遐艺人诶名声啊来做即款诈骗诶行为啊。对，啊，佫有一款诈骗吼，是所谓诶爱情诶骗子。爱情诶骗子。毋管是查甫还是查某，拢拄会着哦。啊，若是查某囡仔吼，较常听着的是讲，伊伫网络交着一个男朋友，啊，拢毋捌见过面，啊，对方讲我是伫咧国外做军人呐，啊，退伍啊，啊，就想要找一个伴安尼，吼，都拢还袂见面，就讲啊，需要啥物钱，你敢会使先汇钱互我？即款诶真明显诶，就是咧共骗诶。啊，毋过就是有人会去相信讲，迄是真正诶爱情，咱毋捌见过面咯，吼。啊，这是查某囡仔，啊，查甫诶嘛有啊，嘛是共款无见过面，嘛有可能有见过面诶，吼。啊，就讲啊，我想要买手机啊，我想要买皮包啊，你若是真正爱我，你就爱买互我安尼。啊，一般拢是叫人去转销互伊啦。所以讲，即款利用爱情来共骗诶，其实真好骗吼。要讲好骗还是歹骗咯？我看人。哎啊，我感觉迄种看人呢，因为我无了解迄款互骗诶人，伊诶心态是安怎啦。哎啊，真正无就去想啦，想袂出来。啊，因为可能就是欠爱情啊，所以就人若讲一句啊，都放牵去啊。对无？啊，亲像即款专门伫咧用爱情咧共骗诶，莫讲即款爱情骗子啦，就是讲一般伫共骗诶人吼，拢会想讲我今仔日若是去骗100个人，只要有5个人有甲我回，我就算成功一半。啊，5个人内底只要有1个人会汇款互我，安尼我嘛是成功啊。所以因即款成功诶几率真悬呢。无怪遐尼侪人爱共骗。对啊，啊，毋过嘛是讲实在，这共骗诶真正真恶质啦。好，啊，咱拄则讲诶是网络诶诈骗，啊，毋过抑佫有迄款面对面哦，迄款诈骗哦。前一阵仔我有看到新闻啊，讲有一寡印度人伫咧路里找着人，就甲问，我要做一个神奇诶表演，互你看。啊，毋知安怎舞诶，都是甲人骗甲玲珑西。其实迄是一种魔术诶手路尔啦。吼，伊诶表演做煞了后，就要人讨钱。啊，有诶人诶心态是想讲啊，你做这表演嘛足辛苦诶，要互你100-200箍好啊。啊，毋过迄个印度诶骗子啊，伊佫无满足呢。有当时啊，佫会去批评讲你奈互我遐尼少。啊，后来闹去新闻诶时阵，都有人讲这其实是诈骗啊，都毋是啥物神奇诶表演。啊，是讲我家己嘛捌拄过啦，吼，毋是印度人啊，就是讲有人伫咧车头外口，啊，看起来真可怜，讲啊，我要转去厝里，啊，毋过我诶皮包啊无去啊，啊，我欠200箍会使买车票，敢袂使互我200箍，互我买车票转去厝里。即种我是捌拄过一届，啊，毋过迄当阵我身躯都无现金啊，我讲我无法度。啊，后来过几工了后，我佫共款去迄个车头。我就看着共一个人，佫踮遐用共款诶方法去共借钱，200，毋是讲足济，啊，毋过伊就是用即款方式去共讨钱。对啊，啊，即种诶，你真正嘛无法度去还啦，啊，而且伊要讨诶钱嘛无济啊，100-200箍尔。有当时啊，你若看伊可怜，啊，你手头拄啊好有100-200箍，你就会互伊啊，对无？对，即种伫台湾较罕尼听着啦，可能伫欧美国家较济啦。台湾嘛有呢。以前啦，捌听过。是讲即款诶，你真歹讲伊是毋是甲你诈骗啦？就是讲伊到底是真正无钱还是安怎？因为咱讲诈骗，伊背后是毋是有一种迄种集团式诶，还是讲伊是个人诶？个人诶诈骗嘛是有啊，因为伊还袂加入迄个集团。所以讲咧研究这物件，咱嘛毋是专家啦吼。咱会去想讲，伫即个心理学顶悬，咱会去想讲是安怎会去互骗，啊，就加2点尔啦吼。
第一是利用人的同情心，因为人咧着急的时阵会失去一寡判断的能力，过来是人性的弱点，这款的弱点就是小贪嘛。讲到这个利用同情心就是头前讲到迄款电话的诈骗，叫做亲情破病要开刀需要用钱，人伫迄个时阵会紧张嘛会着急所以就安尼去用骗。过来小贪的弱点比如讲我即马网络买物件看到白白同款的物件伫网络咧买较俗我就来去甲买这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嘛。咱特别讲到讲要安怎去防这个诈骗的手路，其实真简单啦。要做甲到，我感觉就是每一个人伊家己的心态安怎想啦。咱头一点就是要讲，咱来保持冷静。对，爱保持冷静。譬如讲，咱拄则讲的有遮就啥物电话，讲我去互歹人掠去啊。还是讲破病需要钱这款物件，你也先小冷静落来，甲代志不好清楚。你不好清楚了后，爱顺续去确认，这敢是事实？这其实真好查，因为你一开始接到这款电话，你一定会紧张。对。所以保持冷静甲确认事实，这两项爱同时进行。你若是加开一寡时间，敲一通电话，真简单就会当查到啊。譬如讲，你伫咧网络顶悬想要买物件，还是讲有啥物交易的时阵，就是爱去查看迄间公司敢是正式的公司。你要甲伊交易，这个人过去敢有啥物记录，这拢查会到，就免想着急要付钱。伊是小查一下，开无偌济时间，毋过嘛较保险。对。上好的办法就是莫伫网络买物件啦。毋过即马网络买物件足方便的呢。好啦，我是讲你一寡毋是正统的通路迄款的，莫买啦。对啊。我讲阮老母有一个经验，就是同款是迄个电话诈骗，讲我去用绑票的代志。伊有一遍呢，下早伊就接到一通电话，你来甲我妈妈，进来甲我救。电话迄边迄个声就模仿我的声嘛讲我即摆伫咧歹人的手头啦你紧装钱来甲我救安尼。佮讲紧诶啦，无我会叫伊刣啦要甲我剁枕头啦母就甲应一句讲好啊，互你剁啊，做你剁。哪样凶？结果是安怎你知无？因为迄当阵你伫咧恁母的身躯边。无，我毋是。迄当阵阮母才甲我拄送去学校读册尔。有可能你入去了后无偌久，互歹人掠去啊？伊起码就看我行入去的可能伫咧学校内底互绑票啊？这是较无可能，因为迄当阵拢是上课的时间嘛，大家要去读册的时间。阮母就倒来到厝就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啊嘛。阮母又讲好啊，做你绑去。阮母就是做你要剁几支是在你。阮母就甲电话挂掉。结果咧，伊敢袂烦恼？因为无的确是真诶啊。无因为阮母真确定伊讲我就拄早去学校尔，哪有可能就随去用绑去？这无可能嘛，因为门口拢有徛老师嘛。拢偌济家长送囡仔去读册，对吧？伊佫亲目睭看我行入去诶呢。安尼算迄个歹人较衰啦。大礼拜啦。对，伫迄个时间敲电话来，伊我想着讲，阮母才拄送我去学校读册尔呢。所以就是亲像我拄则讲诶因迄款歹人诈骗集团因就是敲100通电话，只要有2-3通有甲伊回应，伊就算是成功啊，对无？对。嘿啊，安尼趁一条嘛有够啊。过来若拄着即款，你若感觉讲这是诈骗诶时阵，会当安怎做？报警是一款，过来就是你会使敲反诈骗诶专线，或者165。对。你会使敲即支专线，去确定讲拄迄个行为，不管你拄着啥物款诶行为会当去确认讲
你是毋是去拄着诈骗？所以咱就是要甲各位听众提醒一下，若是有接到什么奇怪的电话啦，还是讲伫咧网络顶悬啊，有人甲你讲啥有诶无诶吼，头一个就是爱保持冷静，爱确认迄个事实，是，而且爱去调查一下是毋是真诶。上尾就是你若怀疑迄是诈骗，就爱敲165诶专线。若真正去互骗去，爱会记得报警呢？对。毋过你敢知影啊？其实即马有一寡公众人物还是讲政治人物，我嘛会使甲伊看做诈骗集团呢。伊安怎诈骗？我迄是我诶感觉尔啦，因为去互骗诶人拢无感觉伊去互骗啊。咱就讲到遮就好，莫讲伤济。好 ，OK。安尼，刷来要请教大家吼，敢捌拄过啥物款诶真特别诶诈骗诶即款手路？因为咱伫社会上碰到诶即个诈骗吼，实在是百款啦吼。欢迎大家吼，伫即个老话区老话，会当讲寡你捌拄过诶经验吼，参大家做一个分享甲交流，嘛会当讲出来，互大家会当来提防即个诈骗诶行为啦。好。咱今日连线拍水果，咱就先讲到这，咱后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拜拜。